中华鹿港的百年老店店门口有真侪人伫排列，大家拢伫等倒出炉的肉包。2个原味肉包，2个翡翠。看到肉包啊，强要互人流嘴烂。这粒原味的肉包一粒20块，介绍10年来拢无改变。不过2月2日开始要起价啊，肉包20块变22块，馒头8块变10块，平均起来起1成。我觉得可以。现在物价都涨，这才涨2块，合理。物价跟着涨了，大家都差不多涨。头家进前甲员工加薪，总统蔡英文甲接见，计上嘛是10年来拢无变过。不过因为面粉啦、牛奶粉、猪肉做肉包要用到原物料拢起价，厂商通知讲过年后要起。农历年的话，如果进的话会调涨。安尼都没调啊？对。那你刚讲活鲜哦，我们这都是活鲜价了。中华肉包店唔那即间起尔，捌得到总统府评定国营的在地点心，宴请过海地总统的老龙狮肉包早就冻袂掉啊！2月7日就起价啊！这香菇肉包本来是20块，起到22块，咸鸡糕每两6块半，起到7块。反映成本啊，就是伊这原物料吼，拢有起啦，阮是反映成本啊。另外一间老生店肉包，不管是肉包还是馒头，拢起2块，鸡蛋糕起30块。有啊，然后牛奶粉、酥油，反正是进口类的都涨的幅度超大，4成。物价咧起价啊，这2块是较低啦，1成啦。我比较快要变啊。老主顾想要这个同款下买，是讲用的卫生纸、这个肉包拢起价，物价真正是愈来愈悬啊！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